李廣宇議員。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嚴剛議員提出嘅議案嘅。今年係15規劃開局之年，國家明確咁提出咗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嘅目標。香港要融入國家嘅大局，要有作為咧，我哋必須要契合自身嘅定位，有一個新嘅自己香港嘅15發展藍圖。喺呢個背景下咧，香港嘅創科產業同埋北部都會區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新田科技城咧作為北都嘅創新科技樞紐咧，將會創造12萬個科技嘅職位嘅。咁根據2025年咧，我哋創科人才嘅指數報告咧，香港現職嘅創科人員咧係唔夠6萬。換言之，新田科技城單一個園區嘅需求咧，已經係現有嘅創科人員嘅總量嘅2倍。因此，培育本地創科人才等香港嘅年輕人同埋打工仔去融入北都可持續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呢個唔只係經濟嘅問題，仲係香港勞工就業、青年就業、出路保障嘅問題。我哋應該有好好嘅短中長期嘅計劃。當前咧產學研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呢個都係一個全球嘅挑戰，就係需求脫節。好多嘅畢業生咧學嘅嘢咧，未能夠匹配翻社會嘅發展、業界嘅發展。好多學校咧仲係以10多年前嘅一啲嘅理論為主去教學。同時間咧，亦都有啲在職嘅打工仔、轉職嘅人，希望佢因為缺乏呢個 AI 嘅新技能咧，係擔心佢哋未來職業發展嘅方向嘅。如果我哋唔能夠解決呢個能力對接嘅缺口咧，打工仔向上流嘅機會咧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會出現呢個畢業即失業嘅情況。香港15發展藍圖，北都係重中之重。政府除咗應該繼續去發揮香港喺研發同埋投資領域嘅優勢之外咧，聯動大灣區成熟生產線資源之外咧，我哋仲要去有一個好好嘅技術方案、真實嘅應用場景落地。同時間，我哋都應該盡快將呢個產學研深度合作咧係做得更加好，作為香港中長遠嘅發展願景，從而去主動對接翻國家嘅15規劃，成為一個高端嘅人才高地。所以我建議咧，將北部都會區企業同埋大學咧有更加深嘅一個嘅串連。譬如我哋建議可以有更加多嘅教授可以帶隊去解決園區一啲科技公司嘅真實嘅難題啦，做一啲實戰嘅一啲嘅研發啦。去推進一啲方案嘅落地，企業咧亦都可以咧將佢哋嘅難處轉為一啲嘅技能嘅比賽，令到啲獲獎者可以直接得到呢個面見見習嘅機會。與此同時，呢啲科研基地咧其實都可以開放俾更加多嘅轉工嘅人啦，或者啲在職嘅打工仔啦，幫助各個層面嘅香港嘅人才咧有轉行嘅一個機會。我曾經咧請過一個做醫生啊，即係真嘅醫生啦嚇，成為一個數據嘅分析師，咁啊成功協助人才嘅轉。真係唔好意思同阿林醫生講咁啊，真係搶咗佢哋嗰啲人才。咁但係其實實訓嘅基地咧，真係可以提供好多呢啲咁嘅實踐嘅機會，俾到好多人去學一啲前沿嘅技能，令到打工者有更多嘅選擇。政府咧係應該鼓勵咧更加多嘅北都創科嘅產業同埋高校咧去簽訂呢個產學合作嘅協議 MOU 嘅。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呢個實習機會啦，實習嘅優秀者甚至可以有一個預聘嘅一個意向書添。咁啊企業承諾可以喺畢業嘅條件達標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去請佢。另一方面咧，我哋都鼓勵可以做多啲嘅企業嘅為咗要激勵啲企業去積極參與咧，政府可以向呢啲成功留用呢啲實習生，而且係滿1年嘅企業咧，提供一筆過嘅一啲嘅津貼，可能係以成功嘅人工嘅成本1/3去計算啦，上限1萬蚊咁樣。咁咧就會令到實習同埋簽約呢兩個咧就係更加緊密。除此之外咧，課程嘅內容咧亦都應該更加貼近呢個產業嘅前端嘅。咁我哋建議可以邀請多啲嘅行業專家咧入學校去授課，同教授咧去共同研發究竟嚟緊嘅課程嘅內容可以點樣去調整，加強翻咧學生同埋行業專家有更加深度嘅溝通，解決而家需求不對接嘅一個問題。我期待北部都會區可以加速發展，推動香港深度對接大灣區創新產業鏈，充分去發揮香港現時喺科研、人才、資金嘅優勢，推動北都科創人才體系真正融入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嘅發展大局。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